Hello，已經好耐冇拍呢個糖糖嘅片啦。呢個係我食食下突然之間想拍嘅。呢一盒係 City Super 買嘅一個琥珀糖。如果有睇我嘅片嘅都知道，我一直都有拍買好多琥珀糖啊，拍好多琥珀糖嘅。但我想話咧，其實 City Super 咧，佢入貨嘅真係好差，入得次次都即係大部分喺佢度買嘅糖都出事啊！我係第一次食一隻琥珀糖，個糖皮係咁厚咁硬，係咯。依間叫伊藤軒啦，咁佢係一隻冇任何味道嘅琥珀糖嚟嘅，真係純糖。係啦，冇佢成分都寫冇加任何果汁啊，任何嘢，但係佢個糖皮係勁厚勁硬，唔推薦。